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Canva 製作 YouTube 短片 Christmas 篇，建立設計，相同方法可以製作不同種類嘅影片。今日製作 YouTube 嘅短片，係元素打入 Winter Night， 選擇喜歡嘅圖片，選擇將影像設為背景，打入 Christmas Decoration， 打入 Christmas Tree， 打入 Christmas Gift， 打入 Gold Snowflake Ornament， 選擇幾個鍾意嘅，打入 Gold Christmas Bell， 複製頁面，選擇第一頁，按住 Shift 選擇金色嘅圖案，將圖案拉到最細，放喺聖誕禮物後，選擇圖層，移到最後，時間選擇為2秒，將聖誕樹動畫設定為閃爍，選擇第2頁，時間選擇為8秒，選擇文字，揀選鍾意嘅字體，打入 Merry Christmas， 改字體顏色，將動畫設定為 Typewriter， 打入 Happy New Year， 選擇字體顏色，設置動畫效果，將金色圖案動畫設為閃爍，變更圖案嘅時間，兩頁嘅效果改為比對並移動，選擇音訊，打入 Merry Christmas， 將音訊拉入，拉到想要嘅音訊範圍，先睇下效果，按分享，可先下載再分享到 YouTube。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